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今仔日有人送咱豪宅哦，对无？咱今仔日要住豪宅，看我后壁即个豪宅的门，真厉害哦！老师后壁迄间搁较大，嘿，拢用石头刻出来哦。嘿，对，柜门入去了，你就会当看到这，为什么讲这其实是一个什么有钱人的梦？有钱人的梦啊，哦。其实若当住伫内底就真好啊。听讲真舒适啦，所以后来有基督徒去遐住，毋免惊哦。这若是中国人，可能无法度安尼对无咱华人，即个你敢去住无？今仔日要来住伫梦坑内底。对，即个2000当前，而且为虾米即个梦坑伊叫做啥物？叫做国王。国王的梦，烈国王王梦啦。其实伊无住过国王啊，咱今仔日搁要继续来看即个所在帕福塞浦路斯咱对迄个萨拉米开始讲嘛，萨拉米就是伫迄个叙利亚边坐船啊过来，对遐登陆就开始来传福音，一直到上界岛边帕福。即摆拄我插咧后壁就是帕福。是，对哦，来看觅啊，老师早着啊，阮来甲老师刷一个位。帕福，咱今日要讲，因为这是最后一点，这点是最重要的。伊足侪历史啦、文化拢伫遮，所以咱爱伫遮来讲甲解解。烈王梦，咱今日要讲第一项烈王的梦。烈王的梦甲伊放大，你看伊有编号啦，723我是要到几十号的，因为每一个梦的位置，遮规片的土地拢是了，拄啊伫地中海的边。是，对哦，所以你看即个叫做咱中国讲啥物山明水秀对无？后壁山头前有海，是毋是足好的地段啊？不过伊拢是，你看这拢有编号呢，12345678910，就是讲这是用石头去刻的。上水的3号是上水，8号那是袂歹啦，8号遐，因拢足大间的。是，所以你看即份边仔拢有一个饭店呢，起伫，有人饭店起伫梦仔边啦。这生意袂歹因为足侪观光客拢是来看迄个考古的物件。考古因为即个墓地的南边，搁有帕福较早的历史，有哪埋伫土骹，有哪最近拢甲伊挖出来安尼规个海岸的边仔拢是啦，真水拢是迄个2000当前的物件。对，咱今仔日阁有老师录影的所以一定爱看到最后茫转台安尼。好，即个英文叫做 Times of the Kings。Kings 是讲国王的梦烈王的梦啦，毋过听起来那像甲皇帝有关系，甲国王有关系。实际上是贵族的梦，就讲好个人啦，有钱人的梦啦。伊个规模非常大。会当甲迄个皇帝的梦比拼，所以就甲伊叫做烈王梦。咱来看觅啊，有偌大所以连迄个荷马史诗，这个荷马希腊的迄个荷马史诗写历史迄个作家，伊所描写的迄个梦要安怎种落。就我的马来陪葬，拢就是甲伊共款。所以车啦、马啦，拢做伙葬，因想讲人若死后，甲活的人共款。若一个好个人，伊若死个有战车，搁有马人骑，毋是真好，所以就神煞甲伊烧落去，
诶，带这像咱落去啊。中国诶迄兵马俑都成诶，对无？秦同款，始皇，那像古早人拢安尼吼，嘿啊，真因为毋知真自私影就对啊。一个人死啊，伊诶仆查人就拢干啊，爱对死。陪葬哦，因为伊毋知影死了诶世界是安怎，所以吼，爱为有悲，来爱起足大吼，来甲迄什物足济物件想讲死后放上，还阁有人煮互伊食，所以迄煮饭诶拢爱做伙死。对，这真正是因为无哦，确定吼，就所以说，伊这这第嘿第这个梦啊，梦色啊，你第着看咧下是内底哦，有即个梦入去，啊，个内底佫有地下，着去通去伫别个梦。就是讲因足侪人死以后，拢会当做朋友啊。哦，伊隔壁开讲安尼，袂死歹哦吼，人会生，会当对迄个就是落来伊内底佫有乌路，一个门孔拄一个门孔。所以伊就是足定诶迄个石灰岩吼，伊用手安尼手工安尼吼，手工安尼刻出来，剁出来对无？嘿，无通常拢是用起诶吼，像迄金字塔，这毋是吼，这是涂骹呢，用石头去剁诶。伫西元七，就是讲古井公元吼，以前4世纪啊，罗马人甲以前的托勒密，因为托勒密就是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埃及人捌来遮统治过，所以因就开始有伫即个墓地咧待因的死人。罗马后来罗马管制以后，罗马人继续有咱使用即个墓地，因的好家人有咱伫遮找墓地啦。是，所以这是主景四百档，咱最近讲啊足济主景四百档诶代。主前甲主后拢有拢继续有咧用即个墓地。真型，就是真水啦吼！伫底足济人咧抢咧用诶吼。像做梦后来就土拢砍去啊，逐个拢毋知拢袂记咧。到2000当后，1962年一个做事人伫遮咧种物件，挖着石头，讲这石头会奇怪，那像有人做过安尼，毋是迄个天然的石头，所以就慢慢甲伊挖，后来就发现讲，原来遮尔大片的所在拢是墓啊，甲挖出来，所以是最近1962年才开始挖出来。好，所以就是讲，是因为足济物件拢是迄个做事人，还是啥物工人，还是迄个看样人。所以毋通看轻家己诶职业对无？咱做啥物拢是做有前途诶安尼，这上帝安排互伊发现讲，这有一个所在所以佮慢慢挖甲即个足大诶梦挖出来。从然后来科学家就来，政府就来开始甲伊挖出来。看埃及诶即个思想埃及共款啦，埃及诶死后诶世界，就讲死后诶世界，甲咱也未死诶时诶世界共款，因为想法是安尼，所以拢去甲后走骹后客厅拢有啦。厉害哦！所以咱若要去迄个可能伊这可能去甲比伊伫迄个是活咧是搁较大对无？因为比我诶更较水，你看，去甲遐尔大间啊，这个是3号啊。你这种像迄希腊圆圆诶迄种。因为伊粒诶时代就有人去啊，埃及诶时代嘛。所以中世界是啥时啊？有一段时间基督徒走投无路，逐位觅的是未来梦空，觅着遮有那袂歹。
是，就踮遮迄个等于讲嗯，办公室啊吼，要聚会也好啦，是要做工课也好啊，做徛家拢真舒适，吼，可是拢无人知影。这第一摆听着讲蒙地住了真舒适诶哦，袂歹，拢毋惊诶吼，基督徒对无吼？伊可能听讲话是因为要啥物，有人要躲避追杀，后去对，吼，所以来遮吼秘一下，迄个有遮有发现，可能有发现内面有啥物基督徒这种诶，连涂骹诶，或者讲买涂骹诶物件，这个厉害呢，安尼慢慢学，安尼学哦，偌久才当学出来。咱看着这有可能以前是伊要做来厨房诶，对无吼？咱若看迄个咱诶图吼，会当发现足侪空，足侪房间会当用哦，真舒适。所以这远远诶是一个公园，佮无外远诶所在向南边，咱后盖着要来讲即个位啊，哦，福建诶考古诶公园，即个是，佮较南边诶所在着有，因为有足侪真正活人诶物件，着拢伫即个所在发现。是，就是一个海滩吼，所以后礼拜爱继续搁转来吼，咱来看圣经内面讲，因为圣经有格林多后书5章1节，伊遐讲，因为阮知，阮伫第二部平诶厝，若毁坏，就有对上帝所起造，毋是人诶手所造诶厝，是永远伫天诶。即个着基督徒诶观念，也是讲因了解讲，阮知影，阮伫地面上啦。就是讲，若离开世间的时阵，阮就无搁住人所起的厝，因为伫上帝有替阮起好啊，是永远的厝，这是基督徒的观念，所以毋免去真水的梦啊。是，因为上帝伫天顶为咱传一个足水的而且伫遐啥物拢有吼。听讲一金光闪闪，你要啥物？你要看到啥物上水上贵的啥物宝物，还是讲钻石、钻石对无？拢有。你毋捌看过迄种上水的迄种，拢伫天顶。所以毋免为家己去因为其实去诶，真正嘛是无住家己无住但是互别人住，其实嘛是袂歹是永远诶厝哦，所以你有心善以后会当住比这个较水几啊倍几啊千倍欢迎你到附近诶教会去认捌阮诶上帝哦。这就是为梦诶门口口，这就是梦空啊。这个梦空都有门诶吼，这个梦是有那真悬哦，去了真悬。是，佮有一条巷啊，这水拢袂流落去吗？袂积水还是真特别吼？这个伫海边诶一个所在，今仔日非常诶欢喜，咱会当对遮诶人吼做伙去参观。这个梦真足大吼，等下咱诶影片内面就有老师介绍诶吼。虽然咱无讲话，因为咱今仔日想讲，咱甲影片呢，直接放起哩吼，毋免安尼直播，可能收讯会较好。所以
咱看影片了后，共款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台湾8:10，泰国7:10，澳洲2:1做伙来听老师讲故事。所以咱即阵要来看影片，忙走哦。大家先再会，多谢咱观众朋友来捧场，多谢老师。